韓國女裝向來都深受女士們嘅歡迎，而韓國男裝店嘅魅力喺港澳地區同樣有市場。簡約、時尚、街頭風等嘅穿搭選擇多樣，唔少男士成為忠粉。韓國男裝專賣店由網店起步，之後喺18年嘅暑假開設實體店，期間經過疫情嘅洗禮，經營百感交集。負責人何佩文話：未來希望闖線上渠道，開拓更多客源。我哋鋪頭嘅賣點咧係我哋係韓國嘅男裝店啦，全部衫都係由我哋自己親自飛去韓國嗰度採購翻嚟嘅。咁我哋基本上每一個季度都會去一次嘅。咁所有貨品都係自己親手摸過啦、睇過咁先至入翻嚟咯。咁確保個質量係可以控制到嘅。咁因為韓國嘅男裝其實都做得好出色嘅，咁所以就見到市面上澳門有冇，咁就引入嚟試下咁咯。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話：網絡宣傳需要避免硬銷，聚焦精準同真實。社交頻道可以多用短視頻分享日常穿搭，邀請本地素人作為模特，營造親切感。內容以場景化嘅方式展示，避免過度商業化，增加用戶嘅黏性同互動。線上經營需要考慮資源分配，若果資源有限，可以先專注實體店，又或者小心揀選平台開拓線上業務。吸引男性客戶可以採用推薦優惠模式，為每位顧客設專屬嘅推薦碼，成功介紹客人即可獲得下次嘅消費折扣，特別適合學生群體傳播。鋪頭幫襯多，主要都係一啲年輕人啦、年輕嘅男士啦，大部分都係20零歲啊，跟住學生哥又有，大學生又有，咁亦都有一班客人係媽媽帶啲10零歲，可能要開始返大學啊，咁就會幫佢自裝一下咁樣嘅客人都會有嘅。中銀中小企服務中心建議推出3分鐘型格改造短視頻，針對職場面試、約會等嘅場景，顯示快速穿搭技巧，聯成本地咖啡館或者係健身中心，製作豪光型男日誌，呈現服飾實穿效果，優化社交媒體視頻配套，吸引旅客，以及係喺澳門求學嘅群體，推行1:1嘅消費積分兌換限定服務，並透過直播互動強化黏性。申請政府嘅中小企業數字化支援計劃，用於優化零售系統同埋轉型培訓。咁我哋而家有個微信上面啦，有個叫微商嘅小程序啦，咁可以俾啲客好方便咁喺上面睇到我哋啲衫咯。本地可以免運啦，仲可以如果你有唔啱咧，直接攞翻嚟我哋門市度，我哋可以即刻幫你做退換嘅，咁就會方便過你一般網上購物咯。生產力中心建議現代男士重視時尚同個性，近期案例店鋪可以針對唔同嘅風格推出多元穿搭系列，例如街頭個性、文藝復古或者係氣質文青，滿足多樣化嘅需求。咁唔單可以吸引更多男士客群，更可以為未來嘅線上微商店鋪奠定基礎，提升品牌競爭力。利用社交媒體提升品牌形象，塑造值得信賴而且有個性態度嘅品牌調性。